来看民众党立法院党团今仔指控一间国立体育大学系主任涉嫌长期霸凌学生甲助理，捌上课的时阵，甲桌仔插伫桌仔顶头，脾气是真大。受害者吴同学讲，真侪人受害，所以决定要出来检举。教育部署长嘛当场回信咧，表示讲会来调查好清楚。把我话在耳边疯了，不行吗？也是不行。谁叫进来开会的？谁叫开会议的？谁召开会议的？那老师，我们不要错了，我们下次。你现在吵啊！对学生大声喝休，现任的某一间国立体育大学系主任，互人指控讲长期对学生甲助理进行校园或者是职场的霸凌，甚至有捌摕刀插伫咧桌仔顶头，也个不准助理请假去做红下。死皮赖脸还继续赖。小姐，我先确认一下哈，你现在拒绝完成工作是不是？我打完一轮的话会被拒绝。没有，我要说完成了才要离开。伫记者会现场，虽然听到是录音的声音，不过有其中一位受害吴同学，虽然人已经毕业吧，听到了依然是皮皮喘。民众党团接到几多位受害者电情，质疑学校甲教育部当初对学生的投诉处理无好，才互霸凌的人酷势阁一直安尼死做，甚至被个升做系主任。其实这种事情蛮常态的，我们一周其实每天开会都需要担心老师不知道会因为什么事情而生气。我有先向教育部发起投诉，他的回函是请我先向学校的学务处跟教务处去反映，就是全部都是由该名老师进行回复，并没有任何的其他立案的调查。这个老师凭什么这样干？学生去外面当防务员，收的钱全部上缴社团给他保管，这是一种什么机制啊？教育部是把学生的申诉吃案吗？叫学生自己回去找学校。教育部讲，伫109年7月进前，老师对学生不当对待调查处理流程，并无完整的规划。不过也认为这位老师恐惊已经违反教师法的规定。虽然不构成霸凌，但我们在调查报告中也明确指出，教师的行为确实有不当。那也有关经费使用疑义上面，我们后续会遵照教育部的相关指示，移送给相关单位。对这些受害的学生还有助教，先表达深深的歉意哈，就是我们这样老师的行为确实对学生造成了伤害，我们会请学校召开教评会来做一个严肃的处理。如果是我的孩子，我也不愿意孩子给这种老师教导哦。迄当阵已经对系主任进行警告加口头的宣戒，了后就无再接到相关的电情。教育部是重申，所来不管是学校会重新调查，或者是透过教评会来追究老师的责任，拢会严肃的督导。记者综合报道。